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搁种解说2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农村社会，咱知影家家户户饲猪的真济，所以用猪来比拼世间事，这个俗语话满满是。尤其台湾人真顾谦，你甲听。有当着咱买新厝装潢了袂歹，朋友一个来坐，甲咱学了尔，咱会讲哪？讲啊无啦，低调甲菜啦。这句话咧表示啥？表示讲吼，阮这个歹所在实在装了塌了，无介好看。伫低调甲菜唔正样啦。原来有人讲猪屎哪甲菜啦。啊，这句话国情啊，确实是去编日本时代台湾风俗志内底记载。日本的语言的专家搁再注解，边仔搁再加写一句讲草厝挂时钟，啊，就国情安尼比拼啊你！明明恁兜装潢都袂歹，人甲你学了，你家己无哪感觉歹势？讲阮这个草厝伫咧挂时钟，较早啦100年前时钟是真稀罕的，所以草厝歹也是上机挂到这个时钟袂看的啦。啊，人来咧甲你学了，讲你节目做了袂歹，主持了人爱听。咱家己就会顾谦呢，就迄个俗语话讲，无啦，迄是来宾教讲，毋是我啦，我是猪哥嘛破五娘伤花啦。这原来古早的俗语话，咱知影五娘就是民间流传戏曲的故事，单杀五娘的女主角。单杀是好野人讲，偏偏为着五娘伫咧相思，毋则讲吼，单杀做人爱乐跳，来学我行高不中，因为五娘甲我有意向。爱情平死也较强，五娘是水到一蕊敢若花咧，但是我边啊吼，猪哥嘛咧做伴，原来顾谦的话咧讲家己，我含慢啦，节目好看是来宾教啦，这种台湾人用猪咧描写讲家己含慢的所在，啊，搁有无？有咯，搁有另外一句，讲做猪母挂碗，毋是马，咱知啦。咱知影马只有挂马碗，猪母那就挂碗，搁真正互你猪母挂碗。原来毋是马，原来毋正马，原来无马样相啦。啊，无人会摕马碗去挂伫猪母身边嘛？这表示啥？表示讲吼，我是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，勉强赶起来上阵的啦。哦，国情啊，你咧讲这个俗语话，真正，拢台湾人咧顾谦讲家己呢，是毋是嘛？家己这本来就是台湾人。传统有史以来，世传世美德好的德行啦。